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民数记11章24节到30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水泉。水对一个人来讲，迄个生命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人真有可能会通一段时间无食物件，但是无水通啉，却对生存有真大的威胁性。咱拢知影，以色列人伫出埃及的记载中间，捌有2摆因为无水通啉。无论是毋是真正无水，也是迄个水质无好，无法度入口，拢造成因性命受到威胁。但是因就因为安尼呢，大大来埋怨上帝甲上帝的仆人摩西，嘛因为安尼，因就来得罪着上帝。另外，迄一位伫迄个透中昼时去古井边抢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人，虽然咱知影伊无愿意互人去看到伊，但是咱嘛知伫沙漠的中间，若无水通啉，是绝对无法度的。因为安尼，伊就只好选择伫即个透中昼时来到伫即个古井边，去到遐来抢水。耶稣基督伫古井边来拄着伊，就趁即个机会来向伊讨水。事实上，就是要甲伊讲。圣经的记载，耶稣讲：若是你明白上帝的恩赐，甲现在在向你讨水啉的人是啥物人，你就会求伊，伊就会将活水互你。迄个查某人讲：先生，你也无抢水的器具，这个古井阁深，你要去倒摕活水呢？阮的祖先雅各，互阮这口井，伊甲伊的儿女，甲伊的曾生，拢啉这口井的水。敢讲你掠做家己比伊搁较大吗？耶稣就甲伊回答讲：啉着这个水的人，要搁再喙干。但是，什么人啉我所予伊的水，什么人就永远袂搁再喙干。我所予因的水，是伫因的内面要成做泉源，不断来涌出活水，互伊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，咱知影伫遮所讲的，毋是迄个实体的水泉，乃是属灵的活水泉。这种的属灵的灌压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耶稣基督所的门徒因所领受的。这个活水泉不但是安尼清起来，永远无煞，搁较是迄种激起迄个生命的火星，互使徒会通有气力来攻击别国家的腔口，然后来传福音互听。这种的圣神的灌压，毋但是发生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经文的记载尔定，搁较嘛记载伫旧约的圣经内底。
民数记14章24节到30节，安尼记载着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期遐个代志。圣经讲，因为安尼，摩西就出去，将上主所讲的话甲人民讲，伊调集70个长老，叫因徛伫圣幕的四周围。上主伫云中来下降，对摩西讲话，将束缚摩西的神分互遐个70个长老。圣灵降伫因的心上的时阵，因就亲像先知共款受感动来讲话，但是并无有偌久。其中有两个长老，以利达甲米达，因两个游员留伫营区内底，并无到伫迄个圣幕遐去。伫营里，上帝的神也降临伫因的心上，因也亲像先知共款受感动来讲话。有一个青年走去见摩西，将以利达甲米达伫营里所做的事来向伊报告。这个是论的囝约书亚就讲话。约书亚是对少年的时阵，就是摩西的助手。伊对摩西讲：“我的主啊，请你阻止因啊。”摩西回答：“你是因为我的缘故来嫉妒吗？我宁可上主将伊的神赏赐予伊所有的子民，互因拢会当亲像先知相款。”然后摩西甲以色列的70个长老拢倒转去伫营区内。可见以色列人这种威胁的心态，早伫出埃及的时阵就已经发生啊！因总是无多看别人甲因共款，安尼来领受圣神，就要求摩西来禁止因。但是摩西的回答真正是上帝的旨意。伊讲：“你是为着我的缘故来嫉妒吗？我宁可上主将伊的神赏赐予伊所有的子民，互因亲像先知共款。”俄勒之泉有一首诗歌，叫做《圣神的刚和》。迄个歌词安尼写：伫你宝座前有一条生命的水流，愿真正来谦卑听候领受。伫你同在的中间有满足的喜乐。圣神，请你来，自由运行伫这个所在。圣神的刚和流啊流，自由来请来流伫这个所在。伫我的内面，生命活水袂停止。圣神的刚和自由请佮流到无尽。愿欢迎你，圣神，愿听你。这就是摩西所咧讲的：我宁可上主将伊的神赏赐予伊所有的子民。圣神自由的运行伫这个所在，伫我的内面也有所有的人嘛有。生命活水将来就是会永远流无停止。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，约翰嘛安尼讲到活水的河流。伊讲：这期的最后一天，就是新隆重的
天，耶稣站起来大声来宣告：人若是喙干，就应该爱来我食。圣经讲，迄个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要流到伫个心中涌出来。耶稣这个话是指信伊的人将来要接受的圣神所讲的。迄个时阵，圣神还未降临，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。只要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必定会当领受上帝所赏赐的活水泉，得到永生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上主啊，你所做的遐尼多，你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伫遐有海大搁看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活物拢有。伫遐有泉在行，有你所创造的海兽游来游去，这会拢得靠你。你照时互因食物，你迄互因，因就捡起来；你踢开手，因就有好物食到饱。你面越走毋看因，因就烦恼惊吓。你将因的气收回，因就死去归回土粉。你一个分开，因就受创造。你互地面拢换新，愿上主的荣光永远存续。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，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正烟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，我要活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歌乐乐。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愿罪人对世上消灭，愿歹人拢无去。我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呼召阮成做你的仆人，互阮领受着你活水泉的生命。求主教示阮成做迄个宣教者，互阮有宽宏的心愿，以甲人来分享主你所赏赐的活水泉，互人嘛上款蒙恩得救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